1911年起的北港溪复兴铁桥，连接云林北港甲嘉义新港。过去是糖业铁路，2001年的时阵登录做历史建筑。不过2020年的时阵，桥身去受到水灾损害，2008年佫去互大水冲断去。嘉义县政府即阵就邀请相关单位勘查，希望会当修复再利用。878公尺长的复兴铁桥，连接嘉义新港甲云林北港。1980年台电无够使用了后，佫因为2008年互大水冲断去到呾。14载时，立法委员会同嘉义县政府、交通部观光局甲水利署宣布要进行铁桥连接甲周围环境的改善工程。所以这条桥落去会当变两边居民也好，也是观光客也好，更加会当联系伫这所在活动。这条桥，那过去叫铁路，现在叫桥，那怎么样未来的不同的功能可以继续展现。这条复兴铁桥过去为日本时代到民国60年代，除了在甘蔗以外，嘛是附近民众出入学生上下课的交通设施。知影桥要来施工，地方的民众嘛认为，这对新港甲北港历史文化的传承会带来帮助。会当用安尼这个串联起来，伫4、5公里内底就会当去了解咱本港的历史哈，所以这是相当重要的哈。阮地方嘛相当会欢喜。这个桥的两边它会增加一个自行车的这个步道的这个设施，所以它桥面会拓宽，所以大概我们争取到了1.8亿的工程经费大概就是在做这个部分。过去北港溪复兴铁桥，除了是行5分车的历史事实，嘛因为连接北港甲新港人的所在，替两边的民众创造特殊的文化基地。修复工程今年4月动工，按算明年底会当完成，希望带动新港甲北港的人文甲观光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